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初3，诗篇71篇1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靠你，求你予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三个来祈祷，予阮袂拄着见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悬的上帝，你的作为奇妙，你的荣耀遍满全地。主啊，你是至圣的天父，你的圣洁无比，你的荣光充满圣地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主宰，你的判断正直，为冤屈的人伸冤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在世间的日，阮有时忧苦，有时跋倒，在患难临到的时，阮有时灰心，有时失措。在阮身边的人，有时对阮祈求，有时予阮搁较艰苦。主啊，阮要倚靠你，求你予阮永远袂拄着见笑，求你听阮的呼求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永远是咱的倚靠，伊的确要予咱永无拄着见笑，伊要听咱的祈祷。耶稣听你，使你平